多謝姜濤昨天喺限時動態同我哋分享華嚴經以及天赦日，讓我哋喺520呢個浪漫日子加添一份特別意義。天赦日係台灣道教與民間信仰中天公親自開恩特赦凡人罪孽、免災除厄嘅大吉日。每年只有幾日，呢一日係道教與民間嘅信仰結合。天赦即係上天赦過、寬恕罪孽嘅日子。喺道教及民間信仰中被歸為三赦儀式之首。天赦、地赦、天地道化，透過懺悔祈求寬赦罪孽呢個概念，吸取道教嘅懺悔贖罪、佛教業力與因果嘅思想。呢8句姜濤引用佛教華嚴經及六祖壇經嘅懺悔品，意思係我過去所犯下嘅所有錯誤造成嘅傷害，都係源於內心深處嘅貪、嗔、癡所引起。呢啲錯誤透過我嘅行為、說話以及想法表現出嚟。對於呢一切，我深刻地反省並承認錯誤，自我檢討。現在重新出發去改變，不再犯錯。總結兩段懺悔文嘅核心意思係指，真正嘅反省不只在於口頭，而係要去除內心犯錯嘅根源。當內心不再心存惡念，不再被無知與執着遮蔽時，罪孽亦隨之消失。驚訝27歲嘅姜濤有咁嘅領悟修為，每日面對排山倒海嘅惡意攻擊，佢冇選擇以火撲火嘅方式，用最激烈嘅手法嚟證明自己，而係懂得自省同沉澱去回應世界，更會客觀審視自己，願意承認不足，將批評變為成長過程中嘅養分。因為真正嘅成熟係要學會收起情緒，反省檢討，返回正路。姜濤教識我哋要有真正面對自己嘅勇氣。嚴明熙接受叱咤樂壇訪問，再次提及早前同姜濤合唱嘅興奮及趣事，大爆阿姜嘅搞笑擺烏龍事件，更再次大讚阿姜有好多值得佢學習嘅地方。Gigi 就帶呢首新歌喺現場，亦都加埋呢一位好爆炸性嘅嘉賓呢姜濤一齊合唱嘅。喂，呢一個嘅諗法係電視台嗰邊嘅係咪？冇錯，同埋應該係同公司一齊諗嘅。然後當時我收到呢個消息嘅時候，我就非常之竟然我估唔到自己有朝一日可以同姜生一齊合作，咁所以我就希望可以盡力做好個表演佢咯。我想問你係咪咁樣稱呼佢啊？你哋見面嘅時候，你係咪嗌佢姜生啊？好似係啊。哦，Hello 姜生咁樣。嗌姜生咁樣。喂，嗱，你兩個都係嗌人啦，其實好明顯啦，係咪？咁佢係點樣稱呼你嘅？Gigi 係 Gigi。咁你哋第一次見面應該就喺 studio 啦。冇錯，就係頭先咁樣。冇錯，試音，冇錯，同埋即係睇下啲歌點樣編排。因為應該成個片段都係 Edward 有份負責去好似監製咁樣統籌住你哋嗰 part 嘅部分啊，將嗰啲 key 點樣去調配啊，你哋邊個唱邊段啊咁樣嘅。係啊，咁 master class 係你揀定佢揀㗎？都係 Edward 揀。冇錯，所以 Edward 都真係辛苦晒佢啦，辛苦晒。我哋好想知道兩個 I 人呢喺嗰個錄音室度，同埋一齊，仲要唱你嘅新歌先㗎嘛，即係你哋合唱嘅部分。佢可能都未聽過啦，應該。冇錯，佢話咯，佢有一日諗住喺網上面，即係姜生揾呢首歌，係啊，揾呢首歌揾唔到嘅咁樣，然之後 Edward 先同佢話係啊，呢個係 Gigi 嘅新歌，佢唔怪之得咁樣。即係阿姜生想溫書都冇啊，未有啊，嗰日第一日先至首唱，係啊 Edward 會俾佢噶啦，放心啦。喂，咁有冇一個 moment？因為其實首歌咁新啦吓，你教下佢或者指導佢？冇，即刻講 no 冇。但係Edward 有幫好多手嘅，冇錯。點樣形容你哋嗰晚嘅表演呢？其實你事先有咁緊張嘅？我事先係。我覺得進步咗嘅，即係唔係話好緊張，但係到前一日彩排嘅時候，我其實個心係跳咗出嚟嘅，即係我上台臨嗰下，其實個心一直仲喺度跳緊，即係就類似係咁樣嘅狀況延續到去 show day 嗰日咯。但係 show day 嗰日就又好似還好，但係到出台前呢，就突然之間好緊張，係啦。有冇向姜生求救呢？姜生，我冇向姜生求救，但係姜生佢非常之好咯，即係
即係大家本身企咗喺度，咁之後我就覺得我再企咧，因為我有一次嘅表演經驗係我企咗好耐，然後咧突然之間到出台嗰下咧，好似有少少發台暈，哦，係咁，所以咧我就今次覺得好似企嘅時間足夠啦，唔好再企啦，即係得閒坐下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我就坐低啦，咁然後姜生可能 feel 到，即係可能我好緊張啦，咁然後就即係同我傾咗一少少偈。咁到後尾咧，即係我哋即係我揾翻佢合照嘅時候，佢就好好同我合照啦。然後亦都話你啱啱好緊張喎，咁樣我係啊咁樣。哇！我感覺到好似一個大哥哥照顧妹妹咁樣喎。嗯，係佢係非常之好人，同埋都真係好照顧人，同埋即係我喺認識咗佢嘅短短呢幾日，我覺得佢身上面係有好多即係值得學習嘅地方，同埋即係佢，你 feel 到佢對表演係好有要求，即係例如佢喺彩排嘅時候呢，因為啲嘢係改編過噶嘛，咁所以有啲舞蹈佢係喺度諗緊究竟佢要點樣去呈現啊，又或者嗰個位佢會停低喺度沉思，究竟點樣可以即係將成件事情更加有表演性地去表演俾大家睇咯。所以我覺得呢件事係真係好勁啊！佢係 master 緊件事啊，master class 啊。咁即係其實你哋合唱嘅第一首歌完結位，亦都好多人談論嘅嗰個，佢同你共用一支咪嗰個，都係姜生諗嘅咯。係嘅，但係即係佢有即係大家之後又一齊傾，佢話你介唔介意啊？咁樣我話OK 啊，然之後大家就一齊喺度諗點樣可以將件事再好啲咯。係咁當時嗰個狀態就係大家本身係冇諗到呢一個環節嘅，咁就純粹係即係大家揸住支咪完，但係姜生就喺度諗點樣可以令到嗰個畫面又或者嗰件事可以再即係呈現俾大家睇呢。咁佢就諗咗呢一方面嘅事情，咁我就好啊咁樣。咁因為當時彩排嘅時候，就大家都戴住帽啦，咁所以揸住支咪嘅時候就有一段安全嘅距離，佢又戴住帽，我又戴住帽，因為係鴨嘴帽啊。係啦，咁就佢呢度有幾多 cm 啦，係啦，即係佢嗰度又有幾多 cm，咁所以就算近都係咁樣，安全距離，所以佢塊面都係喺度嘅。但係即係到 show 嗰日，其實我哋冇機會再彩排第一次，咁咧佢就係咁樣啦。咁其實唔係，我最主要係驚我冚到支咪，因為咧我之前試過表演嘅時候冚到啲牙齒係好痛嘅。係咁就一個自然反應就喐一喐咁樣，縮一縮嘅。但係呢個自然反應都真係好自然啊！大家都會諗，係咪突如其來嘅咧？唔係夾咗嘅，只係頂帽冇夾到啫。記得張敬軒講過，姜濤喺行內出名，永遠都唔會怠慢任何一個演出機會。今次又再一次力證姜濤嘅專業態度。我哋期待姜濤有更多機會與不同歌手喺更大嘅舞台合作，更期待阿姜喺休息沉澱後嘅新突破。